这变大人哦，跳开哦，变大再跳开。哎，跑啊跑嘞，跑啊跑嘞！地头港国小，你看头港国小，宋江镇。花刀大天府，批款7条平安清照大典到丁秀，公职主用午餐的时间，向前方大士爷、观世音菩萨慈悲化现。火鼓的吹打是歌功颂德，马力社民传言中，莫出大善有武功战敌引战，明谋收兵，应对有序，取得大胜，整支队伍兴奋，从惊恐转化为稳定，这就是战狼在战争中。